再来关心咱台湾的 Me Too 运动哦，6月开始炭烧，有部分的受害者出面指控，佮互加害者告。有律师甲妇女团体就组成律师后援团，要免费来协助这些受害者。目前嘛已经有40外个律师加入了。不断在闪躲，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，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，要不要裸拍。一字一句控诉，讲出家己捌遭暴的伤害。台湾 Me Too 运动为政治圈开始一路拖到艺文、学术等各领域，为社员胜诉、性侵控诉人，妇女团体结合全国律师联合会，组成律师后援团。当事人已经遭到对方的就是法律的这个要反告，对，那他们其实蛮恐慌的，需要律师的陪伴。那我们不希望这些勇敢的受害人，他们勇敢的讲出来之后，还要遭受后面一连串的被告、诬告等等这样的一个诉讼缠身。卫福部统计，为6月7日爆发民进党东港的性骚扰事件了后，到7月7日这段期间，性骚扰自身案件有361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96%。不过，有人提出指控了后，被控诉者各以诽谤或者是妨害名誉等法律手段威胁，未来会牵涉真长时间的法律定数，更加显示法律协助的必要性。正是因为欠缺这样子的性别人权的意识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人欠缺这样子的同理心，那也才会有人会在这个对受害者进行就是所谓的以讼指证。律师咨询或者是诉讼代理的协助，那都能够有专业律师，然后呢都有专业管道可以提供协助。目前有40多名律师投入后援团，免费协助因为 Me Too 事件被告的控诉人，同时开始设雇主自行专线，共同协助无歧视、无骚扰的这场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联准会上新